先甲校长接洽嘛。即摆校长伊就请你去校长室，后续习惯我来甲校长讲，校长，我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当然这校长嘛是讲我做迄个做谦卑讲好，有啥物问题，迄个叫咱提出来问啦吼。我是讲，但是我这个问题可能对你较无礼貌。校长讲赶紧你问好，或许就来问讲，校长请问你爸爸妈妈的名你敢知？敢有人唔知诶？绝对拢知嘛，浅浅对无？敢有人唔知爸爸妈妈的名？安尼即时阵就3字出来不好做，嘿，所以咧，校长讲我知啊，来或许咱问讲，校长，你敢知阿公阿嬷的名？讲好，因为伊就是隔代的，因爸爸妈妈无会通去带伊读册，所以爸爸妈妈生了就甲伊等伫庄骹。这校长伊就知，阮阿公叫啥物名，阮阿嬷叫啥物名。好，接来后学问讲，你校长，我甲你请教，你敢知恁阿祖啥物名？这我就无法度啊。来后来后学讲，其实校长已经足厉害的，因为像我一出世，阮阿公阿嬷就无伫的，所以我到这就无啥会记的。然后何况到阿祖对无？那其实这时候后学的写着咱孔子姓名啊，咱孔子圣人是伫个西元5551年出生。各位浅显，咱今年几年？2020对无？2020。好，来，这数学题就简单的吼。请问，安尼拢几档？257125271对无？或许感觉这好耍的一个代志啊吼，因为咱咧后学讲着3道，是去读这时阵后学就无写安尼。我感觉咱弄一个较着想，后学哪样问讲？请问2020加551是多少？你哪里还加你咱硬去？只要听到数学咱忘记，如果写的话，一目了然的会当看出来。所以由此可见，咱的孔子姓名到今仔日为止，就是2571岁。好，各位浅显，孔子不是咱亲情，嘛不是咱的祖先，但是呢，咱到今只要拄着每一档的9月28日，不只是代表英国、美国、台湾，甚至每一个世界各国，一定拢有一个928祭孔这个圣典。好，那当然呢，孔子姓名就是咱在世有这个功德，对着咱后代留下遮尔好的，互咱有这读册机会。那各位浅显，当然后续就要接这句汉书啦吼。汉书就是咧指咱的颜回圣人。咱知影讲，只要是祭孔大典，包括咱孔子是祭祀，包括肃会，过来咱是孔子伊的门下咧，拢接受着咱即个朝代，甚至以后，只要拄着祭孔圣典的话，绝对是受着这后代的主构馨香那这就是甲咱讲圣人在世，知影去用有限的时间来创造无限的功德。那当然，圣人伫咧做头前，互咱看，咱遮的修道人呢，当然就爱好事发现啦吼。那第二点呢，咱所建立的，就是人事是非你看，人事是非毋是咱真较有啦吼。你看一只孔子圣人《论语》的《卫灵公篇》内底嘛有讲着啦吼。咱孔子圣人伊就安讲，忠自乎礼伯节，无人直观远矣。孔子圣人迄个时代，只要有人有代志嘛，所以咱就讲人事就是安尼啦吼。你看孔子圣人伊就讲，咱忠自乎就是家己对家己做一个内省。那对别人诶，就是讲不接对别人话要求就较少。后学拄因为这段疫情后学感觉有一位咱迄个崇德单位一个讲演团师郑清龙，毋知咱浅显知影无？就是正典
简单时吼，伊拢讲一盒6摊钱。啊，年后学才有闲的时间嘛，因为一边看孙仔嘛，然后一个MP3开咧听就会使啊。伊一个就咧解说到一句的经典时阵，伊就讲吼，咱人时时爱忏悔，做毋对时阵咧爱忏悔。这句好是听来得去哦，做毋对嘛，因为我做毋对，所以我时时爱忏悔。伊接袂过来咧，你若做对的时阵，嘛是爱忏悔。各位请选，你个做对啊，为啥爱搁忏悔？后来后学者慢慢遐思考，家己去想，因为咱的对，并毋是别人认为嘛是对，咱每一个人思想的观念完全拢无共款。像我这个角度所看去的，可能才是90度角，但是咧由这看来就无一定啊。所以讲，为什么伫遮产生了人事这个问题啊？时时忏悔，毋对嘛爱忏悔，对嘛是爱忏悔，吼，因为咱无到这完完的应该吼。好，咱这个老师甲咱讲吼，越后啊，教咱这个道理咧，按自我了超，对所有的恩怨、情仇、冤亲，拢莫去攀缘，吼。各位请选，因为咱人来到人世间，绝对就是有咱的因缘嘛。为什么？互孝会互我的爸爸妈妈生，阿玲会去互咱做经理、做太太生。每一个人伊份着伊的因缘，就是伊必须要一世人甲即口头的人做一个因缘的了超。包括咧，伊可能就是你的父母哦，你的父母众生，你的孩子众生，你的金刚道友。那咱知影哦，囡仔吼。像小朋友伫咧读册，如果伫考试，吼，逐个月一个月考嘛，伊第一月考了无及格时阵，各位请选一定考无？爱哦，好，咱一世人来，不管是善缘，不管是恶缘，咱一定要达到后来的圆吼，原本的，吼，就是一个圆满的圆。到后来一定要达到着这个圆吼，因为咧，既然来绝对有善有恶嘛，有善有恶，这就是咱世人来考验嘛。你一定要考无过哦。你如果这世人考无过，好，后世人再来一次。相信咱当下的浅显大家想讲世人较艰苦嘛，较认真考，你看个后世人再来一次吼。所以遮就甲咱讲啊。甲咱爱随缘当中去了脱，大家一切挂来吼，慢慢去改做一个解除，然后咧，咱才有法度来超脱自在。好，那接下咧，这段其实后学啦，伫咧看这个册时阵吼，尤其对咱老师的话吼，感觉特别有一种接受度。人讲老师，然后辅导。迄个老师甲咱道理的那种辅助感款，所以讲的话，老师的叮咛，咱或许感觉听着句句入耳啦吼。你看，接下老师咱甲咱讲啦吼，道场有是非是事实，但是呢，大家拢来遮虚心奉献，而且呢，伫遮修道学道。那如果咱是为着人事的问题来离开道场的话，那就叫做因小失大。你食几个食足侪啊！各位请选，咱应该捌听过吼，咱有一届仙佛来灵坛，爱着甲迄班的班员甲问讲吼，伊要甲遮个班员讲一个实际的代志吼，就是有一个新道亲，伊入道了后，然后咧，伊就去坐单主因兜听课，因为咧，这新道亲吼。一听课了，感觉欢喜充满，做认真听。即摆听完时阵当然闭班了就走啊。伫伊要走的时阵，脚踏车徛想看，无袂记的摕，然后咧，这个就想讲认真啊领，无我倒转来摕一顶无结果伊一个脚踏车徛来到这个单主因兜的大门口时阵，煞听到单主夫人甲单主两个咧冤家。即马咧，单主夫人伊就咧抱怨吼，伊讲
前日洗骨断了啊，我逐工就爱款内底，就爱准备物件，互着请来，然后用，我变啊足无用嘞。结果咧，这个大水伊回答话嘛足负面嘞。然后即摆两个翁某伫遐冤起来，这位新德清就听听，人甲我冤家，其实人个冤家嘛是因为今仔日来入班，但地心就困了，所以到后来伊无嘛无理体，然后伊就离开道场。所以这位师傅，伊就照着这个真实的故事，问所有道理。伊讲，安尼请问，你感觉这样代志是单主有对，公主有对，是这新德清？那当下嘞，所有的入班的班员就伫遐思考。各位请选，咱进来投票表决一下。你感觉是单主甲单主夫人有对，请举手。哇，大家地位非常高超哦！来，给自己爱的鼓励3下，来拍手，1、2、3，各位超级优秀。无对，问题就出伫新德清，因为新德清对这道理还袂明嘛。然后伊听到这个有这词汇了，伊就裹足不前，因为安尼发生代志，所以就无想要再进入道去研究一下。那接下来，志工老师人讲哦，咱每一个人的心上诶，因为咱是累世开始轮回嘛，所以讲其实并不是咱一只修道而已呢。咱的肩胛头顶呢是咱历世祖先，因拢爱必须着照着咱的身躯呢。所以讲，志工老师就讲着，咱的身躯拢总呢有66550个祖先哦。所以各位请选，修道毋是咱个人的代志哦。咱若无好去修咧，那咱的祖先伊嘛无法度有即个因缘，通去沾受着天恩师的吼。那因为咧，咱真有认真听，有认真咧参话话，咱拢有听过迄种收音机嘛。所以这话，伊必须着频道对了有下，声太清楚哦。那咱真诶，咱的目睭着，咱就是咱若有认真听、认真看，咱的祖先嘛看足清楚。咱耳孔，咱若无咧拄过诶话，咱的祖先伊无法度像咱真会当坐椅仔顶哦。伊就是咱看者林昌富诶坛主吼，有足侪神话片内底，拢会当去发现讲，真正咱的祖先照咱的下辈儿孙来参与的话，伊就有法度来到佛堂听课了吼。所以遮咱的志工老师甲咱讲哦，咱来到佛堂哦，就是要来遮行功了愿。伊唯有来到佛堂，较有消业障，较有法度接受佛光普照。嘛，因为安尼才当洗涤咱的身心哦。所以讲，咱伫个道场上，不管是如何，一定爱好好来参与吼。安尼佛堂有佛堂的阳气，佮加上着天恩师德佛德的加持。那当然咧，咱若搁进入真修真的话，咱伫个因素上，咱的运气上拢一定会变好的啦吼。好，那接着遮咧，志工老师咱甲讲哦，只要这道场有搁咧度众生，咱就袂当轻言放弃。如果咧，咱会当伫面着做出即个法尊顶帮忙的话，那虽然讲只是来扫地啦、煮饭啦，是咧排班、切桌仔椅仔、切桌顶，这拢是无上的荣耀哦。这叫做咱来行功立德哦。所以讲，甲咱咧，就是这个是非哦，这个无好的这方面，咱会当去，就像咱有一届嘛是一个佛教故事啦吼，有一个法师去伊的信徒遐啉茶，结果这信徒摕茶杯伊烘一杯茶互啉，结果这茶杯煞破一角，破一角了咧，这个信徒去发现就是讲师傅，我歹势啦，我拄仔摕着这个杯起家己互啉，结果这个师傅就做主编讲，茶杯的作用就是啉茶而已。袂因为讲你起迄角就失去着作用。其实咱人呢，所看的应该有圆满的地方去多做学习，然后咧对家己心情较是有作用的。如果你只是眼睛去看见遐缺点，就像咱伫咧网络所看的，你一直吸收别个无好的、负面的，安尼咧，
叫做垃圾桶。所以咱所接收是一寡正能量，一寡道气，一寡人优点。那各位浅显，咱这里上面聚宝盆所以这嘛是共同来做一个努力的方向啦好，那咱的院长大人嘛安尼甲讲伊讲修的人伫咧培植的当下，难免会拄着一寡挫折、疑惑，甚至会感觉讲，我安尼做，为什么大家拢无法度认同？那为什么咧？有当时修办了久，内心会愈来愈忝，甚至就起着这心念想要离开。所以讲，家长人讲其实这问题在哪里？各位后学生跟他分享者，有一届有一个主人带着一只驴子，一只驴子跟主人在讲相处了很久，爱着规种的所在行过来，结果一路上去无茶通好啉这主人也做认真找，伊要较紧找到一位会当互只驴子甲伊会当啉茶的所在。经过了千辛万苦，看到头前一口井。当下咧，即个主人足欢喜诶，又想讲哇，一口井安尼阮袂去喙焦死结果伊到这井遮发现讲，伊古早要用井诶，必须着有烧人好丢内底的水嘛。结果煞无烧迄只驴子坐看着有水通好啉伊毕竟伊是驴子嘛伊马上跳入古井内底。各位浅显，驴子跳入古井内底。伊有随啉着水无？有，但是会安怎？爬袂起来。爬袂起来了。所以即只驴子伫古井内底，当伊啉饱的时阵，想着安尼要安怎起哩？所以就伫内底较呻吟，伫遐哀嚎。这主人伫遐想讲，跟他讲，迄驴子就是像马，但较细只，就想讲，我一个人要安尼拖嘛拖袂着，与其安尼下晡，不如好。这个跳落嘛，伊就去迄个路边邀请着几个经过的人，讲我的驴子已经跳入内底，我都救无你甲斗3工，规气咱就是乌土，先煞甲伊收埋起来。然后，咱观世音菩萨就讲一句话：人性不性，一出来。所以讲，当这只驴子发现讲，伊主人伫咧古井顶面一直等遐土入来时阵。你看，你知影无？伊若刚察着，伊嘛知影讲主人已经放弃无要救伊，我都救伊。所以若继续伫内底搁哀嚎，伫遐搁嚎个大声。但是一段时间了这主人那乌头那流目屎嘛毕竟相处那么久的女子你等咧以后就是生死拢无法度去拄着。然后伊伫遐那哭的时阵，伊向内去想着，为什么拢无听着女子？伫遐吼的声伊就来徛伫咧古井边，到浅显想着发生啥物代志？你敢知影？只要顶面迄2、3个人，只要甲土甲伊卡咧、弹下来，迄只驴子就当个脚骨打咧，结果敢是愈打迄土愈湿着无？伊土愈弹愈济，结果到土有到咧关头时阵，驴子跳出来各位浅显，故事人讲啥？咱人不管你有修行无修行，不管你是有上班无上班，拢共款。只要来到这人世间，你就会受到这个挫折，受到这个疑惑。但重点就是咱家己爱去自我解脱、自我放下像安尼的话咱拢知讲一蕊的莲花一定爱发伫咧莲花地，莲花地内底是啥物？一寡雨水，一寡落雨啊，遐就是一堆莲花的营养分。那当然，咱人生在世，伫遮的挫折、遮的思维、遮的执着，其实迄拢是要帮助咱的增上缘所以讲到遮后壁遮，咱的院长大人甲咱讲因为院长大人拢称为是师兄嘛，爱就甲咱讲着，弟妹们不晓得自个的盲点吗？其实，咱每一个人家己的缺点是对，咱家己上清楚。所以讲，咱即世人伫咧修持当中，嘛是针对着咱的盲点，好好去做一个了操，做一个修行更进一步去用心用力。好，那接下来就是
转显显笔，这是咱的弥勒祖师无我经内底所写的一段意义。啊，伊若去讲到弥勒部的话好像就是讲有一届，咱迄个，因为咱泉州树林点传师伊拢较常咧办读经说明会，啊，伊就有一届邀请候选去做读经说明会，啊，候选就对去，啊去了迄届的所在就是德化，德化咱可能捌听过，德化是一个卖瓷具茶具的一个足大的场所。那当然，当即代咱道亲的车就开离德化，坐入德化镇上，候选眼睛忽然一亮伊讲咱迄个，伊遐写德化县啊，结果伫咧马路的正中央，候选快就面着祖师的佛像徛伫日头中央呢。候选就做之前，弥勒佛那徛伫咧马路的正中央，啊，大家就讲，真诶呢，弥勒佛即摆毋是伫庙内底呢。徛伫咧路中央呢，所以这真正是应时应运。然后佫有一个道亲就甲候选词咧讲，你敢知影德化镇才有一个公园，迄个公园内底拢啥物雕像，敢有人咧叫？啊，你我找你，不是，是济公老师的公园。所以咱所讲的天上。零作用，你看一个德化镇，坐入去啊，弥勒祖师徛伫路中央，佫有咱济公老师的公园，嘛是伫遐，所以由此可见，各位浅显，这期真正是应时应运啊即句教义内底就人讲不明大德不明我，我是心来心是我，心受害是我惊慌，心受利益我欢喜。道德生时离我时，我是谁来谁是我？后续直接甲伊解释过才就是讲，当咱还未得到大德时阵，无法度去了解讲道的重要，嘛袂晓去分出啥物是真的，啥物是假真心甲假心，无法度去甲伊明辨是非。那如果你执着伫这身躯的话呢，伫这世间就是安尼，有可能会受到人的诽谤。有可能受到人的责骂，当着拄着这逆境，你会安怎？会惊，会心慌了、意乱了。那如果讲咱这身躯受到别人的供养，受到别人的娱乐，那当然咱的心产生着欢喜，所以讲，只要煞拢对着这心伫遐受着起伏伏，一直到咱这身躯。已经甲咱这肉体最后去口肺要拆的时阵，忽然间咱开始想着讲，到底这个是我，这身躯是我的，是这个人还是真正我的？开始伫当下开始做一个思考。来第二段，这就是有这个道。第二段就欲明大道即因我，心是假我，心是假我，我是我如果当咱有这个道，当然咱经过点传师甲咱明师一指，咱知影讲咱真正的主人是啥物时阵，你看点传师拢能讲一句话知足保无恙。只要咱了解着家己的真理、自性或了后，实实在在去修持的话，咱当然咱就知影道的重要，嘛会当去了解身躯是假的，迄条灵性不是。它是我爱去修持的朋友，把心这力，心这外，心身多身长，身能软这个讲啊足清楚不管讲这身躯受到诽谤，受到人间无常的凌乱，不管这身躯受到人的娱乐受到人的赞叹拢是共款身躯就是身躯，到后来只是一个会毁坏的物件。唯有对这条的真灵性，这主人会当修圆满，以后才会当归归着这极乐世界好，那遮就甲咱讲咱师尊人讲，真人本来是咱家己会当去做主，但是咱今仔日煞无法度家己做主，是为虾米？就是因咱欲望来牵动着咱的心。
遮好学的伊着一个故事啊，甲咱做一个分享吼。有一届，一个小和尚，伊就去对一个师傅咧修持嘛。修持一段时间了，迄小和尚想讲，哇，我感觉这段时间我安尼修行起来吼，我的境界足好诶。我无需要去对师傅修持，我要家己出外口，依照咱今来讲，着家己搁去开拓一个地方，吼，家己搁开一个庙寺，出外口修行。那然后伊就将伊的想法甲因这师傅报告。师傅讲，好啊，你若有心要出去外口，做一个隐勇和尚，也是可以去修炼一下。然后这个小和尚就开始衫吼，伊的袈裟摕咧，伊回想衫摕咧，开始就出去外口啊，找个地方。当然，伊去一个较庄开吼，看着迄个遐个所在看呀，也是可以生存的。伊就去找山里的树枝吼。因为小和尚毕竟讲吹外口就伊简单方便就好啊。去找山底的树枝，甲伊合作伙，然后咧，伊就坐伫即山枝树叶下底遐做一个打坐休息。咱知影伊有摕个规受伤，总是惊人啊，惊人的话，伊就爱摕去溪仔边洗。洗的时阵咧，上介好拍的所在就是迄山枝树枝的顶面嘛，伊就拍伫顶面，爱坐伫下底。打坐2根，一方面迄个衫嘛会当甲伊扎头。结果伊去透早精神时阵，发现，伊的花袖衫去互鸟鼠夹破去。这个当下就想讲，我伫咧无啥衫裤，你都要夹互破，袂使，我想一个办法。所以咧，小和尚伊就去庄仔内，伊就讲这鸟鼠上惊啥？猫啊，对无？伊即马就去迄个庄卡一个迄个施主，甲伊布施即只猫仔花，然后伊就甲猫仔带回来，猫仔会咬鸟鼠嘛，所以鸟鼠无来的话，伊衫就袂破去。但是各位你去思考着无？猫仔爱食物件呢，好，即时阵想讲，伊食素食啊，无就安尼，伊搁去庄卡内底找遐个施主讲，你。一寡牛奶互我饲我只猫啊！但是各位，只是大家去分遐牛奶者，嘛毋是办法。伊到来就直接甲伊讲，你规去一只牛互我，我通好饲只猫啊！结果会使讲当时的一寡乡下人，大拢做慈悲做和蔼的，伊就好只牛互你。今仔只牛一个花了，又想讲，各位亲戚，牛敢是爱食草，嘛是爱带去内底找然后食。后来想食草，安尼规天吼，伊搁甲遐个人讲，无你规天一块细块牛互我，反正都有牛啊，我就当牵牛，我就当种着。到后来咧，各位亲戚，一只牛，然后伊搁有播种嘛，搁有趁着钱，倒来咧买足侪牛，倒来咧趁足侪钱，倒来咧起足侪厝。然后想讲，好，我该做回想啊，我要带某吼，大某细拢总带。那即马咧，伊这师傅就想讲，我这个小徒儿出外口去外口修行遮久啊，安尼我无出来看即摆修我到啥物境界？结果伊就去在因小徒儿来讲的所在去找无人，伊看见着一户大户的人家。各位亲戚，故事会甲咱讲啥？一个小和尚。因为鸟鼠到后来，猫仔过来牛，过来买田园，搁带好。其实咱人头咱的欲望是非常的清淡，就是因为咱用功愈来愈济，一直安看到，所以讲到后来咧，咱迄点初心就无去啊。你看咱这个老师人讲啊，如果咱的心灵无法度当家做主，那么咱的道心就会乱去啊。所以讲。爱随时伫落时中去觉察着咱的起心动念，只要心啊一起起来时阵，只要咱脑去注意，马上咧会当去觉察着吼。好，咱之前有甲咱讲啊，咱人会做恶业，就是因为真主人无住伫即间厝，无住伫咱即间佛堂内底，所以即时阵咧，外口的贼仔咧会为你的健康带你去听是非。为你目睭咧
看是非，啊，带你的喙咧去讲是非，所以由此咧，你无法度做着善事，无法度去做功德，煞甲遮个恶业、遮个恶罪咧，拢为着遮个耳康、目睭、喙吼，去做着经济恶业出来吼。好，那进入第二点啊，就是放下五执，奉献本来。各位请想，这粒心吼，咱人完全就是这粒心的作用。当咱的心若欢喜的时阵，那当然咧，会使讲，就像下底这图案同款吼，喜怒哀乐吼。咱若讲着欢喜的，你的心就非常的高兴。啊，若你拄着一寡逆境吼，一寡较低潮的，当然啦，整个心思就变了吼。所以讲，意在性命啊，也是咱老一句话哦。伊讲三点夫妻步，弯刀树月也，皮毛中处处，这骨也由他吼。你看这字心，咱写甲足清楚。伊讲三点就等于这三点，就那像天顶的星共款吼，布满在天上。啊，弯钩咧就是下底这个高铁所在，这就那像月亮共款。但是哦，如果若知影去成功了演的话，那这个当做佛也有他。但是咧，袂晓去成功了完，煞产生着遮咱拄仔所讲的，真主人无当家做做话，那么咧去做着是非恶业，披毛戴甲，就是为遮来衍生出来啦吼。所以讲执着的人生吼，拄着家己去做一个承担吼。其实咱人的心命会使讲起来是非常复杂，啊嘛足情绪化。有一届咧，当过年的时阵，咱知影嘛，过年就是尤其咱做太太人爱伫厝诶打扫嘛。这位太太就足认真款内底，结果咱知影讲，咧款内底会用一寡洗碗巾来手会滚嘛。这个太太伫咧房顶遐洗碗巾了后，因兜客厅有一支古董，这支古董是非常昂贵就对啦。结果伊不小心煞着这古董要甲摕来时煞溜手摔破。这是因的祖先传来到有一代的呢。咱各位请想，你看这位太太搁款内底，规心思已经拢乱去啊嘛吼。所以当下咧，伊虽然凊彩款款、凊彩用用，伊想讲惨啊！今仔日因老公嘛转来看到这支古董歹，伊绝对互骂，互人足生气的。所以他整个心思拢乱去啊，嘛是好。当伊先生下班时阵，看互食这料，然后伊看心拢无发现咯，伊就坦白家己讲出伊讲发着这个古董。那当下伊这先生嘛是伫遐思考一段时间啦结果伊先生甲伊讲其实这个花甲从做好迄天开始了，接着就是会讲话一天。只是花甲毋知影当时会讲话，伊嘛毋知影讲话的人是你甲讲话。有遮形象的总是有一天会歹去就无去，所以你莫为了这样代志直接干好。各位请选，这太太当下整个心胸都开阔了。那为什么咧？伊会感觉讲，伊先生来即个遮尔好长寿？原来就是因为讲夫妻之间呢，乃当常常接受的道场，来听着伊的话。那相信在沟通的地方会愈来愈相处比较和谐。有一天阮先生拄转来，因为若转来拢会教互对新闻看阮婆婆嘛。然后伊就咧开车，开的时阵，因阮太子拢是上较庄下路嘛伊伫咧开的时阵我一只路咧伫咧路中央，因为我听过伟霆时阵咧读大学就甲互我讲，妈妈，你若看到路咧话你千万毋通用手去拍伊路咧身躯有足侪细菌，你会去互遐细菌感染着，尼足危险的。所以讲，你若要摕路咧话你可能爱着一寡保护措施。结果因为好势坐伫遮新的边嘛，然后伊看到路边有只路咧，一定要互遐无车
话落咧伫你车的头前，啊，你手阁无物件共好摕，你会用啥物方法？啊？哦，你嘛是共款用手摕，但是好拍无你的肚皮。你安怎好拍是安怎？我就是伊骹就来踢落去。然后当时我想讲，我嘛足巧的吼，因为我袂用手摕，我袂叫细菌感染着啊。结果啊，当我车门，我很自豪哦，我做了足好诶。然后我就爬去菜顶坐的时阵，我坐咧，然后你知影啥嘛？咦哟，听迄声就知开始用骂啊对无？当时伊就甲好学讲，你敢知影即条路咧，伫咧以后嘛是有可能会当个从一次的投生，一个投胎出去，未来嘛是一个佛一个人。安尼你真爱甲介做一个恶人，各位浅显，咱到想到这点绝对无对无？对啊，所以或许当下讲真诶，咱会感觉真正伫咱每一个思考，咱人甲人这面当中啊，真正处处爱去谨慎，爱去检查警悟啦吼。好，那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一个实际的上帝有一天甲三个人做一个约束，讲这三个人呢，必须要排着这两骹的课题，一骹叫做痛苦，那一骹咧叫做快乐。这个参加三个人哦，拢爱排两骹的课题伫身躯，然后为这条路开始做一个比赛。啊，上帝咧，伊就是伫这条路的后壁吼，静候遐等伊看啥人是第一名吼。结果第一个吼，伊就直接甲痛苦放伫头前，啊快乐咧伫后壁。所以讲，伊伫人生这条路的时阵呢，伊完全连所看是啥物是痛苦啊。所以伊的人生当中咧，感觉过啊做点啊坎坷，做点低潮，做点负面。啊，咱来看第二个伊的方法就无共哦。第二个伊是快乐放伫头前，啊痛苦诶放伫后壁。其实拢共款重，啊差别一对咧，就目睭前所看诶吼。第二个看着是快乐，所以虽然这人生的路途行甲足平淡诶，但是伊的前面看到是一片的光明，一片的快乐，所以伊嘛行足欢喜诶。然后再来咧，第三个咧，吼，伊的方式。甲第二个共款，快乐放头前，痛苦放伫后壁。但是无共款一对，伊身躯扎一支镁刀，伊哪行的时阵呢，哪甲这个痛苦这脚底啊甲交破。各位浅显，痛苦交破了，内底才会慢慢一直流失，一直流失。那其实遮甲咱提示是啥物？人生来到遮，绝对有两种情形，一种叫做快乐，一种痛苦。那当然，咱即摆学习的第三位，伊会晓依着这家刀甲交破一空。这个家刀代表啥？就是咱对家己吼，会当依着宽容、宽恕，去原谅别人，去宽待别人。安尼咧，咱的人生吼，会当慢慢放下执着，会当自由自在吼，伫家己的欢喜当中。好，啊，就袂遮人讲啊。一个经济，伊要长成是大丛的树的时阵，一定要一再下去嘛。经济原来是一点嘛，啊，因为伊必须要着经过遮营养分、遮水、遮阳光了，吼，伊改变着原本的经济，后来较会当复价，较会当开花，慢慢去成长。啊，咱伫修行的路嘛是共款哦，一定要慢慢改变着咱以前一寡无好的脾气。毛病习惯，将咱的执着慢慢甲放下，啊，你靠好多照见咱原本的佛性。所以讲，咱的启功老师甲咱讲啊，咱若一直执着呢，那么咱永远是伫咧欲的轮回当中。咱身躯所看遮的财产啊、权势、地位、名利，甚至遮的亲情，到尾啊，咱拢无法度带走吼。这就是咱的观世菩萨嘛，曾经安尼伫咧结缘时阵嘛，安人讲啊。伊当初伊是妙庄王的第三祖囝，而且妙庄王嘛是做属意吼，要将伊招着驸马了，要将这国家，互咱观世菩萨，互伊来执掌。但是呢，观世菩萨伫咧
人生的历练当中，有影讲，人生当中啊，虽然伊未来所掌握的是遮个王位、遮个地位、遮个亲情，但是等咱即口开无的时阵呢，共款吼，遮完全拢是一种空想、一种妄想而已。由此咧，你看，神父圣灵伊就是高超的眼光，伊看会出讲啥物是真诶，啥物是假，而且人会成就，嘛就是讲伊有踏实地去甲做出来啦吼。好，那当然，你食袂食咧是咱志工老师有甲咱讲哦。伊讲，如果咱的遮所有道理无迄个资本，咱建立一个化学工厂，但是呢，咱必须要为咱的内心世界来创造一个完整的工厂。那化学工厂伊上大一点是啥物呢？各位姐姐，咱来看一个化学工厂。咱各位大哥来做伙来看啥物叫做咱个人的小工厂。舒服那种，
色就不要加染料，再经过一次的染色过程，就不要有一些污染的问题，减少污染。而且我很好奇，就是今天我们来这边其实不是做毛毯的正常的这个出货日做毛毯的时间哦，可是我就看到好多位志工在这里哦，那师姐这样是为什么呢？我们会把做毛毯剩的布边还有不同部位拿来做成围巾，也是资源回收再利用，通通不浪费。好，感恩师姐。所以讲围巾吼，因为其实咱常常咧看做回收，那当然，若无经过这个家庭，其实也都歹去理解咱是啥物步骤，慢慢去甲做成一个总结会务，变成宝。那咱志工老师嘛是爱甲咱讲哦，你看你是外在化学工程，那伊咧就甲咱这个身躯嘛是爱甲变做一个化学工程。伊甲咱遮助理讲，如果你若有这种化学工程的心境，搁安怎无好听的话，你嘛会当甲收落来，加以整理，然后搁为迄个厝内底甲发端出来做一个宣扬，变成就一个美言好语吼。由此可见咧，化学工程就是咱这身躯，其实咧，身躯嘛是一个佛堂啦吼，一个外在行动的佛堂吼，看咱如何去展现啦吼。好，那接下咧，咱来看到第三点啦吼。第三点就是讲咱爱发心慈悲，无量去学习啦吼。咱志工老师甲咱讲哦，伊甲咱看咱这人生的舞台啦吼，咱来看人生的舞台，就是为咱细汉开始吼，做着咱的孙仔、后生、祖囝，慢慢咧，一直长大成人，然后你看，当咱慢慢长大成人了后咧，可能就是为着这夫妇吼，夫妇结婚了，一定有后代嘛。那后代了，一个出世了，会达到尾夫足自豪，夫足自豪过来咧，囡仔爱去读册，那这时阵咧，就变成朋友友信，接咧爱去做工课嘛，就温馨，所以讲咱人来到这人生当中，这五轮上较基本咧，一定要做好。如果咱五轮若做好的话，那么咱这人生舞台虽是所在的光阴，但是咱的心胸只要时时来展现落看，有一段真正的故事就是安尼啦有关幼儿的教育方式啦有一届一个妈妈带伊5岁甲6岁的小朋友去坐公车，结果咧，伊去坐公车时阵因为较早上车，所以这两个小朋友拢有非常的多。妈妈咧当然就徛旁边互这5岁甲6岁的小朋友坐在椅顶嘛，公车的椅这时阵咧，有一个老阿嬷带一个孙仔，这个孙仔国中的尔，国中生，就上车，上车了咧，即马因为妈妈有要甲伊这两个小朋友有教导嘛所以妈妈拢无开喙哦。这个6岁的这小哥哥，伊就主动边椅围爬起来，伊就讲：阿嬷，你的年岁较大，我徛就好，这个椅围互你坐。当下咧，这个阿嬷就足欢喜的，就为椅移坐咧。各位亲人敢若知影伊边迄个阿孙的国中迄个安怎？这国中的阿孙就甲阿嬷讲：阿嬷，你逐项拢让我，你今日嘛是共款，这个椅围起来让我坐。因为你听我，所以你爱将椅围互我坐。结果各位亲戚或许都有讲着，有第二个细汉弟弟着，迄个细汉弟弟是5岁哦。迄个5岁的弟弟伊就爬起来讲，甲迄个国中哥哥讲：哥哥，迄位互阿嬷坐，我这位让你坐。各位亲戚，咱这思考当下会安怎？如果囡仔为细汉甲教导话，当然对着整个人生的看法，伊的思想就无共款。那如果为细汉的时阵无法度好去教导的话，那当然咧，所做的可能是对咱人世间是一寡无好的一个习惯啦所以讲，志工老师嘛，咱讲随时拢来